奉洒家太尉之旨。内官三公六院，外官五府六部13科道，执掌生杀之大权。今当干戈临近，海晏和亲，此乃太平盛世，正好与我主叩拜，行为涉猎。万岁恩赐御马，名为日月追风，千里驹。我说这个彭大人千岁，咱家命你挑选8旗满汉的兵丁，可曾选齐？居于其北。大人，你虽是文职的官儿，倒有些个武将的韬略呀。千岁夸奖了。上司院的官儿呢？此后千岁洒家的御马可曾备好？居于其北。大人，千岁传洒家口谕，文武百官一概的免送，人马打从德胜门而出，就是发兵叩拜呀！是，下面请着。千
少礼，请坐。先帝若问
天地若问，上世再讲。适才探马报道，今有探玉两九公，体质口外心美，身上青翠羽毛，一跃追风千里人居。但俺下得上去，施展本领，将羽毛带我回山来，实求羽毛，并命三太巡绕，向着连环炮，甚是雄健，一时焉能得到大三太寻本州羽毛，必然将他斩首，本家的冤仇，岂不得发闻了？相安于营之中，濒死病残，将此将开，摘之此去，花火不成，反累全也。昨日虎穴焉得虎子，何必拦阻安且慢？摘之只要去，必等北京与摘之践行。好，有劳了。
你。这你怎么听见了？你叫我别走出了，走，走吧。
须报与千岁知道，转之于业。有请千岁。提出口外行为烈，洒家可算第一人。我说大人，千岁，夜静精神来到御营，为了何事呢？启禀千岁，今有大胆责任闯之意，杀死奸夫，盗取马，临行之时留下实行一封，千岁请看。怎么的？今有胆大贼人列入御营，杀死京府临行之时，他还留下了书信一封啊！真是，哎呦，可可啊可可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掌灯派洒家观看。如今若问道马人，飞镖三太竟知情。哎呀妈呀！我想三太这个老儿，他早就故去了多年了。是啦，想他死黄天霸，跟随石世伦镇守海下。难道说这孩子与陆林道还有什么勾搭不成吗？洒家自有道理，展开文房。这有上旨一道，令你连日连夜去到海下调副将黄天霸，限他一日之期捉拿盗马之人。有了盗马之人，将功折罪。若无洒家的御马呀！我说这个彭大人，千岁，当初你三太交好身后，少不得你也得担待点沉重吧？千岁开恩。若无洒家的御马，不论堂堂石世伦、天霸等一起问罪，八永泰，你接旨不？遵命，看马。
堂传典，大人审他，你我两相伺候。
当掌心临罪，四路查询，倘若不能成功，心中一死，理所当然。只是老母年迈，无人侍着否？小弟此举倘有不测，不论哪位仁兄将老母送回浙江绍兴府，定奏司军传。
想打等等。
罢，十分的欢喜。今日这样招到，你当为着何来？为着何来？今有大胆责人，夜日余音，杀死奸夫，盗不去吗？临行之时，留下诗信一封，上写日今若问盗马人，非表国父今之情。2000岁恩赐一月，大人宽限10日，共40天。有了盗马之人，将功撤罪；若无盗马之人，要将我全鞘。问他。有道是谋事在人，成
事在前，这叫做死马当作活马治。就以此经而行，倘有机会寻着盗马之人，也未可知啊。好，照计而行，真的是寂静狱中，情于人头，毛臣日捉进屋。
适才多有冒犯兄台莫怪。怎么表客与我家寨之乃是好友，请问表客尊姓大名？少时上山，自有明地半山。怎么表客还要上山拜望我家寨之？正是表客，你来看这连环套高有万丈，周围数百余里，又有21座寨门，你无有要派延恩今日？不妨，我这里有要派一名，你且带在身旁，稍时自有人与你同报。多谢了。稍时上了山去，你我弟兄还要亲近亲近。哎呀，你乃寨之的好友，我等焉敢高攀四海之内，结为朋友？哎呀，慷慨的英雄，山寨一叙，山寨一叙啊！把您这吃饭的家伙倒是拿上了，你瞧，看满足俺娘的
属下。后生之辈，叫他进来。且慢，苗可武艺高强，摘之活不上他过全天。好，就以先帝人发一对相依。
时提起，我倒放坏了。适才在山下得谋众位英雄，相当小弟，我这想当面谢过。哎呀，惭愧，听喽，请。了可我以朝君，何不同居山寨，共图大事？待陛下将表册送过关口，交代客商，稍时上得山来，当战至与众位英雄喜待喜待。四海之中，皆是朋友，何言携带二字？你今前来是路过荒山，还是特到小寨呢？陛下一则万山，二来有件好宝贝要献于寨之。什么好宝贝？乃是一件好文马。好文马。按寨内甚多，也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。寨之有所不知，此马与众不同。了可请讲，我等喜而不听。寨之若问，将太祖身上一步，余下也好演讲。好，那我论人。阿尊。了可请讲。寨之众位英雄，听称。余下保镖路过马浪关口，见一大户人家，有骑宝马。此马身高8尺，头围丈2有余。头上有种雷下生灵，左右红光亮动，名为日月送霜。此马日行千里经日，夜走800不眠，登山万里，日走
儿子从何时起？此马身在大户人家，有300名家丁，200名将士，不分昼夜，轮流看守。你我不能今日，岂不是枉然么？啊，表哥，你今前来是真心预谋结交的，还是假意交害？哎呀呀，战之是哪里话来？余下上山，乃是高攀，因有二意呀。好，既是真心，但不对你实施了吧？我战之请讲。今有探狱梁九公，听之口外行为，身上千层玉马，一夜追风，千里远之。是按下的山区，施展本领，将玉马带回山来。何况那大户人家有什么300名家丁，这200名教习，那放在俺窦某的心上，表肯你，哎呀呀，笑谈了，为何发笑？方才余下讲的句句是言，摘之怎么飞扬浮躁起来呀？曾见的某家飞扬浮躁，想到语音之中，有日铜墙铁壁的一般，又有弓箭火炮当先，摘之你怎能今日？不能今日，又怎能到马？岂不是飞扬浮躁么？我谅你不肯实行的，我错不行的。大头不快，将玉马安插备好，速速的前来。我摘之，此马以何为凭？此马简单玉佩，黄绒似浆，向下挺胸，对对成双。不幸之家，延安善于。御马到，了得，前来观马。摘之请。果然是金鞍玉佩，黄绒似浆，赤金追奔，对对成双。见马有日见之，愿太玉千岁，千岁。乡下人摘之。我想此马身在世上，无非是受享轻浮，这足下未必能快吧。到马的时节，一程晨起了一程，倒有千里的旧程。怎么摘之晨起过了？晨起过了，如此时来，此马能行？能行。快得见，快得见。带我这点写下去。了得，了得。了得。摘之。入马了。
将那太尉2000寸丢失御马，定让国府周行化言通信，捉拿盗马之人，暂时不能出卖臣妻，岂不是大大的愤怒了？到来此法，愿不为出外臣妻啊！不为臣妻，再知道他则甚啊？是因庐陵之中有家仇人与云门所对，到来此法要害他的性命，但不知在职的仇人是哪一家？不是表哥提起，我倒忘怀了。适才你那半帖之上写的是浙江绍兴府，我那仇人与你乃是同乡，与我同乡。非但同乡，而且呢还同姓。哎呀，这倒巧得很，巧得很。但不知他叫什么名字？就是那飞镖黄三的爱就是那飞镖三太爷老皮母。在职，此仇你报我不成了啊！怎么报不成了？三太爷归西去了。怎么三太爷他死了啊？明天了。还有他的马的本大哦，大师，自古道人死不记仇，战之落幕，行过宽宏大量，饶恕他的满门，就是那去世的三太爷，也要感恩非情。听你之言，莫非与那三太同姓同文宗？这不但同姓同宗，而且同主用犯同他命。三太是你什么人？俺是宣公。拜当在此。天王呀，你好大的人！某的心事也已对你实明，两地也难逃公道门。哦，大人，当年你与我父因何结仇，请在知细事一面。你若舍得情同理顺，俺便替夫认罪；你若舍得情去理亏，心斗的呀，都在这。你望臣下意而仁怎？你请天人大将。想当年，你父一仗坚镖，压存庐陵，他命齐全，只不有与云门结姻，誓盟不允，继承回去，班能是非。我与你父约定在李家店比试，那是三太不胜俺后手双刀，他就安能发。
地跌倒，你负一死，天罚呀！天罚！这报仇二字就印在你的身上了。原来如此。想当年，我父指标金银，乃是我父之功，但不知我父指标金银为从何来？这位大舅三火砰砰砰砰为官之祸，为官亲人，既然亲政为何罢之丢官？无文化陷害，我父戒银之后，砰砰官官人，那无文化年三火县旧天镇发砰砰后人何之？我见之后，日今国在当朝一品为你三台，是家大地中想这绿林之中，见的是忠臣孝子，袭的是义夫切夫。想当年，我父指标金银，并非为己，只因大舅清官远人，你不借银还策罢了。可不，累累与我黄门作对，你称的什么英雄？论的又是什么好汉呢？一指人口，别破套，其中你絮絮叨叨与我拿下楼。你们知道了。天霸上山，奉天拜访，一礼当先。你来看的。
信回来，你我迎上前去，迎上前去。
了寨主之命，把守寨门，就此前往。
杨明何在也？人民先辈名号，人民先辈名号，真正悄悄来到，只人民用尽前头来天马一条云南逃。先到他，我本当一刀将你杀死。念你也是前辈的老英雄，我不肯暗害于你，将我黄贤弟的钢刀，我就与你唱。高太公，老二，与你插在转之上，换取你的火烧双钩。二天明，你的药性击退，看到我黄贤弟的钢刀，管教你魂飞大裂，也是杨明惧怕天霸也。他刚大刀去双钩，他刚大刀去一双口，连着两下去又二头。将士天旁所万至此，不伤俺的性命。众位贤弟，在之，此事不可在外声张，恐被旁人哎呀呀吃掉。我命，准备的是。又被他盗去，莫非
有什么待你不成？知人兄为人正直，贤弟不必多疑。人心难测，因上前去，因上前去。石公公，俺的钢刀现在你手，又将俺的腰牌盗去，莫非有什么待你不成？兄弟，你先撒开，有什么话咱们尽情坐下说不成吗？看你将些什么？你想，反正不用他说不就结了吗？干什么呀这是？你先坐下，坐下。王爷，少时山下只是较量，那窦尔敦若不胜于你呢？先驰御马，随我到官认罪。那是当然的。可是强龙难压地头蛇，你准保得胜吗？我的兄弟太爷。俺有本身情愿替父认罪，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待着。王爷，我想知信者方能同居，患难者才算得尽是朋友。实不相瞒，昨晚我拿了你的钢刀，盗了你的腰牌，越入了连环套。我想先探听个动静，就是你这窦尔敦必是较量，也好做一准备。嘿嘿，适逢凑巧，窦尔敦命人与他备酒，我将五谷鸡鸣马人散与他下在了酒内。妈的，窦尔敦是人事不知，那时我本当一刀将他杀死。念他与我死去的黄三叔绝是老不蛋的英雄，我不肯暗害于他，这才将贤弟你的钢刀与他插在罐子上，换取他的护手双钩。二天明，他的药性一退，看到贤弟你的钢刀，管教他魂飞胆灭，也是扬名惧怕贤弟你。事情是哥哥我做的，要让兄弟你露这牌子脸，你瞧好事不好呢？护手双钩今在何处？得在这儿赶路，没有护手钩敢坐这儿说话。抢过来吧，皇爷。这是窦尔敦的护手双钩，您的腰牌拿过去吧，我的上司老爷。吉人兄，当年林家店猎物之事，可是此物？真是此物？我想这世间之上交朋友也不过如此了吧。知人兄，小弟多有得罪，这下赔礼了。知人兄，小弟我跪下了。兄弟，够了，好兄弟，那可不是哥哥我说你呀，往后你这毛包的脾气可得改改。是，你差点拿好朋友就当了冤家皮了。小弟开口就是。没什么，少时山下见到窦尔敦，就按哥哥的话跟他说。好，众官兵走上。连环套吃着。
你虎首双斗，也要审得我你的。这是瞪着眼撒谎，绷着两个人账。兄弟，把昨晚的事儿跟他说说，甭让他装糊涂了。大臣，是按天罢，昨晚一日连环炮，请战之在庭前大顺，本当将你一刀杀死。念你乃是前辈的英雄，不忍加害，故而将俺的钢刀与你插在桌案之上，换取你护手庄钩，以报你接案上山，送案吃战之情。话已讲完，将护手双钩送了过去，按照计划。就给你杀，今儿咱们就讲道理。他跟我说你呀，你就没有